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遮咱7星中会所有的兄弟请安。伫这个瘟疫情严重的时阵，咱国教会也遵守政府防疫的规定，来停止实体的礼拜甲聚会，也通过网络伫线顶敬拜上帝。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咱今仔日面对伫这个世纪以来上严重的这个瘟疫，愿上帝的圣神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个伫地，也互咱伫这个苦难的中间，有缘坚持对主的信，也互咱通过祈祷来到伫主的面前来仰望甲交托。这时我也要分享一段的圣经赞，互咱兄弟姊妹做阵来领受上帝的应允。伫诗篇91篇第3节安尼讲：因为伊要救你脱离长鸟仔的罗网，甲毒害的瘟疫。这是诗人来提醒上帝，伊要甲咱三个伫地，特别邪恶者、掌权者所发出的这款的罗网，要颠簸咱。上帝的确也固守，甚至会讲起这个毒害的瘟疫，若无法度来较赢过上帝的医治甲拯救。也希望伫这个疫情中间，咱彼此爱团结，为着咱的国家的防疫来祈祷。这个防疫也是疼人的功课，亲像耶稣基督甲咱讲，咱着爱疼厝边亲像家己。当咱伫厝内避免出外的时阵，这嘛是一种团结的表现。也是疼人的表现。希望伫这个疫情中间，主真做咱的帮衬甲固守。这时咱三个来祈祷。施恩的父上帝，阮仰望你的引带，因为阮知在地人袂话，在地上帝凡事拢话。恳求上帝引带照顾，互阮伫这个疫情中间。我的信心也若加添，我靠你来较赢所拄着的患难。亲像主，你伫逐世代帮赞信靠你的人，来面对生命中的苦难。我相信主，你所赢过世间的苦难。你甲阮讲，这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你已经较赢这世间。愿你的神甲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三个伫地，帮助阮度过这边的艰难，引带阮搁较开阔阮头前的路站。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大家平安。这时，咱要来进行第一堂的台语礼拜，请安静心来敬拜。
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着用颂赞进入伊的殿院，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线到万代。请咱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273首，圣诗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请起立吟全首。听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跌倒人来受苦，定时地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就
请坐。咱即马同心来启用文第58篇，也就是罗马书第8章。我来启，会众来应。关系遮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上帝若为咱，啥人会当抵得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兼袂将万物嘛白白赐予咱。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宣判因做义人的上帝。若安尼，啥人会当甲伊定罪？毋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告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国活。那坐伫上帝正边，在替咱祈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妖恶，是散赤，是危险，也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为着你的缘故，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阮互人看做缀马抬的羊，拢毋是伫遮的一切的代志，咱靠听咱的上帝赢到有春。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的统领者，也是权力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是天顶，也是地下的神灵，也是其他的被造物。做啥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请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我要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伫疫情紧张时，你用圣经的话甲阮讲，伫世上恁有苦难，但恁会当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拢要亲自甲恁。互恁平安，要常常甲恁众人同在。听阮的天父，愿知平安并毋是每一项代志拢顺利，并毋是就袂有意外的事发生。就亲像即届的疫情，互阮再一届来超找你，互阮的平安，是伫你的意念内底，是伫你的想法、思想内，毋是伫环境中找平安。因为环境总是动荡不安，你爱阮呼求你，你来祈祷，你就要应允阮，伫阮出阮入，你拢要看顾。因为你的恩典够阮用，你要伫疫情中，互教会甲兄姐照常过平安的日子。你要甲平安放伫阮的心内，放伫阮的生活中。感谢天父，我嘛要来你。认罪悔改。当疫情紧张时，阮有时失去信心，阮惊吓不安，阮用人的方法过日子，囤积食物、塌肉、冰箱、抢喙鸭，求主帮助阮，摕目睭用心来感觉，你是赐平安的主，你的爱毋捌离开过阮。相信毋管明仔载会如何，你的恩典一定够阮用。感谢天父，我嘛要求你帮助，拍开阮心内的耳孔，听见牧师今仔日所要分享的信息，互阮的信心得到坚固。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咱即马要来共听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但以理书第3章第8到18节。
迄时有几若个加勒底人进前来告犹大人，因对尼布甲尼撒王讲：愿王万岁！王啊，你捌出令讲，见若人听见扫角、达拉、鸡皮、琴、瑟、笙，甲逐样乐器的声，拢着拍落敬拜金像。见若无拍落敬拜的，要迄落伫炎热的火炉。但有几若个犹大人，就是你派管理巴比伦城的事务的沙得拉、米煞、阿伯尼哥王啊，遮个人无要紧你的话，无服侍你遮个上帝，也毋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迄时，尼布甲尼撒大受气告急，命令将沙得拉、米煞、阿伯尼哥带来。因就将遮个人带到王的面前。尼布甲尼撒问因讲：沙得拉、米煞、阿伯尼哥，恁无遮个事恁无服侍我遮个上帝，也无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刁故意吗？当恁阁听见扫角、达拉、二皮、琴、瑟、笙，甲逐样乐器的声，若便便拍落敬拜我所做的像就好。总是恁若无敬拜，要即时迄恁落炎热的火炉，有啥物上帝要救恁脱离我的手啊？沙得拉、米煞、阿伯尼哥应王讲：尼布甲尼撒遮个事毋免应你，果然安尼。阮所服侍的上帝会救阮出炎热的火炉，王啊，伊也要救阮脱离你的手。若无安尼，王啊，你着知阮决断无要服侍你遮个上帝，也无要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即时音乐侍奉团要带咱来学乐，因要吟的诗歌是主，你会听。我的心有相同话。行行，坐坐捆绑重担，我门牵着你的听，主你听我做宝贝，不当放松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不免顾着惊，主你会听，透放我。
无啥物可能行山，主你会行。愿一切水的歌声，成做芳芳的祭到上帝的面前。今仔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教会牧师林耀新牧师，伊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建立属上帝体系的信仰第4篇，将时间交予牧师。大家兄弟平安伫咧还未分享信息进前，提醒咱各位兄弟咱的政府安尼伫咧即波疫情有一个纾困方案通申请咱的兄弟若有因为疫情受到影响，家庭经济受到影响的人咱会通安尼上网来去查询咱敢有安尼符合迄个资格，补助的资格，若是有符合的条件的人即个补助款会通真紧就会通汇入去咱家己的口座内面。已经有人安尼符合即个资格用手机登录就安尼无偌久就有收到即个补助款，所以咱若有即个需要咱会通安尼来去申请来对政府来申请。这是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你搁一届引带阮一礼拜久，拢伫主你的恩典中，安尼，互阮拢得到主你的保守安尼完无得到报担当的事，阮搁一届献上感谢，也恳求是阮的主，圣神即时来搁一届，借着你家己的话语来启示阮，来对阮讲话，来引带阮，互阮会通行伫主你所爱阮行的道路顶面，也互阮真正伫咧阮的信仰生活顶面，真正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也就是建立一个属上帝的体系安尼的迄款的信仰，互阮的信仰会通安尼徛在无受到即个俗世的体系的影响。愿搁一届献上感谢、仰望、恳求、祈祷，拢上过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即几礼拜牧师一直安尼在讲到即个建立属上帝体系安尼一个信仰。检测有人安尼会认为讲即款安尼信息安尼伤过简单，有啥物通好讲遮尔久的？拄好所谓叫做讲安尼知影容易行出来困难。耶稣基督的福音本来就非常的简单，只是咱却安尼要确实来遵探，却是安尼会通讲困难重重。哪会安尼呢？只因为咱踮伫咧即个叫做俗世体系。咱毋甘愿来放弃，宁可来安尼踮伫咧即个最中的即个快乐，直到安尼要来建立即个属上帝体系安尼的一个信仰对咱基督徒来讲，对有的人来讲困难重重。建立安尼上帝体系安尼一个信仰。就是落实安尼三个基础，甲着安尼两个核心的一个环境。上帝呼召伊的百姓对巴比伦出来，就是对俗世体系中出来，脱离即个俗世体系迄个唯一的方法，安尼会通讲就是建立一个属上帝体系来取代即个俗世的即个体系。离开即三个基础。甲着两个核心，人就得建立迄个俗世的、即个俗世间的即个体系，就是靠着家己的迄个气力甲方式，伫遐来宣扬家己的名。当人回转到伫即个安尼三个基础，甲着两个核心的生活时阵，
就是在建立属上帝的体系。三个基础，互咱安尼回转倚靠耶稣，甲着上帝的话，以及甲圣神。两个核心，互咱搁一摆将即个焦点来放伫耶稣的身上，无搁掠家己安尼最重要，互耶稣做王，互搁安尼，搁互耶稣安尼得到一切荣光。安尼咱就得建立一个属上帝的体系。就算忝伫咧即个俗世的即个环境的内面，咱也通亲像但以理甲着伊的朋友同款，无受到巴比伦体系的影响，反倒互世间人看见上帝，佮将荣光来迄个阿乐归乎上帝。今仔日咱就要安尼照着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段来看。但以理甲着伊的朋友怎样去杀即个巴比伦的体系，坚持用着属上帝的体系来得到巴比伦王的迄个称赞，佮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伊伫遐来告别讲，撒得啦、米撒甲着即个阿别尼哥的上帝是应该学落的，因为无别个上帝会亲像安尼来迄落救人，亲像安尼。互主的名得到一切荣光，安尼咱对迄中间要怎样来学习，佮得到安尼但以理甲着伊三个朋友迄款安尼迄个美好的信仰，甲着伊的迄款的画面。伫咧咱巴比伦伫咧迄个时阵，伫咧迄当时会通讲是迄规个权力的迄个核心的一个所在。迄个规个文化、经济，甚至国防，拢相当的迄个强盛，也通讲是当时迄个正人所追求的迄个主要的所在。但是但以理安尼，甲着伊的三个朋友安尼，伫咧迄当时安尼因会讲因是迄个犹太人的精英，但是当北国被灭的时阵。犹太人被掠到巴比伦时阵，因会通讲是上早一批到伫即个巴比伦的遮个犹太人，因为因非常优秀，真紧就安尼被竞选入去巴比伦的王宫内面，准备要服侍王。那安尼，因真紧就互王所重用。佮安尼一路安尼一直高升到伫真悬的位置。咱用想象一个被掠的一个亡国奴却安尼一路安尼高升到伫一国之都的一个重要的官员。若无有上帝恩典甲着保守，怎样通会有安尼的位置？但是搁较买命的是。因却因为受到怨妒，煞互几下的遮加利利人的高人，用着恶意来伫咧王的面前来伫遐来控告因。其他会通照着王所安尼出的迄个命令，佮知影即三个犹太的即个青年，安尼一定会安尼坚决，毋肯顺从王的命令，通将因来安尼讲。彻底来甲因拍败，通互家己会通安尼，搁一摆会通搁较高升，互因家己的即个迄个官位，迄个官位会通搁较高升。安尼的迄款的意图，伫咧迄当时，通讲是安尼，无啥物通好奇怪。就算现在嘛，安尼讲时有所闻，但是尼布甲尼撒王因为国家安尼强盛领土安尼增加煞伫遐骄傲自高，直到为着家己伫遐来立金像，佮命令讲百姓逐个腔口的人，着拍落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见若无拍落敬拜，就安尼即时下落去迄个炎热的迄个火炉的内面。若是即时，咱即几个遮个青年因毋插王的命令，
无侍奉王的生命，佮嘛无拜王所立的金像，迄个控告连边来，控告就随时到。王虽然无即时来将因来处死，特别容允互因另外一届机会，互因通好安尼看出因家己的迄款的错误。但是王毋若逼因爱拜安尼拍落拜伊所立的金像佮讲出一寡遮个亵渎的话。伊安怎讲？伊讲有啥物上帝要救恁脱离我的手啊？有啥物上帝要救恁脱离我的手？伫旧约所安尼伫遐考虑一个真终极的一个罪，就是君王是迄个主政者，将因家己迄个放伫咧迄个上帝的迄个地位，宣告因拥有迄个独是干属于上帝迄款的权柄，抢夺上帝应该有的迄款至权的迄款的地位。要哪亲像上帝共款？当初是亚当夏娃所受到的试探，也是所有遮个君王甲着骄傲的遮个独裁者时常会陷落的迄款的试探。照着即个安尼真坚定的信心，即3位青年人表示毋免应王即个事。煞接佫讲出安尼，互人无法度安尼袂记哩的话。伊讲安怎讲？伊讲果然安尼，阮所服侍的上帝会救阮出炎热的火炉。王伊也要救阮脱离你的手。伫咧顶面即句，伊的意思是啥？也就是讲，就算讲一切代志拢照王你所讲的，阮所服侍的上帝也要救阮出即个炎热的火炉。王阮也安尼要救，也讲伊上帝伊也要救阮脱离你的手。后壁即句，伊讲安怎？伊讲若无安尼，王你着知阮决断无要服侍你遮的上帝，也无要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伫即个所在，伊讲到的是就是伊讲迄个若无安尼的意思是啥？就是讲，就算上帝无用着迄款安尼方法来行出来话，王你也着知影，阮决断无服侍你遮的上帝，也无要敬拜你立的像。即3位青年人安尼公然伫遐来安尼讲违抗即个王的命令，互王安尼满心生气。尼布甲尼撒王怎变面？安尼即时命令人起火炉，比平常安尼7倍佫较热。佫命令军队中迄个勇猛的迄个几啊人安尼绑着即3个人安尼ฮ็伫迄个炎热的火炉的内面。因为王的命令真紧急，火炉佫真热就遐个撒狄拉、米撒甲着阿别尼哥的人拢互遮个火子来甲烧死。基督徒伫咧即个世代，共款面对一寡降服伫即个俗世体系的人的迄个控告的中间，有诶甚至期待要将遮基督徒甲伊吞食落去。当基督徒高举耶稣的时阵，有诶人就会安尼挡袂牢，有诶用着各种方式来限制，种牵制基督徒。有诶就互基督徒伫遐安尼非常的无用，无法度互伊来敬拜上帝、高举上帝。是讲用着各种会通用的方式来引诱基督徒来离开咱的主。当基督徒无要妥协的时阵，就用各种的手段、想尽办法爱基督徒来克服伫咧即个俗世体系中间。撒旦甚至因为深知影上帝的话语，时常互基督徒伫咧不知不觉中间，用着圣经话来攻击着遐当时的遮主内兄弟。
佮以为家己的虔诚是咧为主大发热心，亲像保罗伫咧伊还未认捌主进前伫遐来压迫着基督徒共款，将基督徒掠到公会伫遐来受审判。这伫咧现今主的教会内面，有缘看会到、听会见，只因为请的人的心内实际上简单有家己无有耶稣基督，实际上因简单有家己无有耶稣基督。撒旦就互安尼的人不断伫遐来高举伊家己，建立家己的迄个巴别塔。渐渐，因就开始去做迄个俗世的迄个体系，煞家己毋知影。所以伫遐来建立即个属上帝体系信仰，毋是讲，毋是知影就以为安尼得着，通对答了会通讲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是安尼吗？乃是爱不断受到提醒，若是跋倒就爬起来，重新调整脚步，转来到伫即个属上帝体系的即个信仰的内面。一个真正失败的人，是跋倒了就倒咧，挺咧，坐咧，伫遐啼哭，伫遐吵闹，毋愿意安尼爬起来。别人要来甲伊扶起来，也拢讲看袂上目别人的帮衬，因为自卑所带来迄款的骄傲，掠做通挖靠伊家己，袂却袂迄落却安尼佫无愿意爬起来。安尼的人无法度甲上帝建立一个真美好的关系。所以，咱要怎样来建立属上帝体系安尼的信仰呢？安尼，介在伫咧咱每一摆的迄个选择，建立体系毋是选择一摆就够呀。咱需要不断伫遐反复做出迄个正确的选择，互咱通安尼持续活伫咧属上帝体系安尼迄个中间。当咱转来到伫即个三个基础两个核心，佮不断伫遐做出迄个正确的选择，咱就伫咧即个属上帝体系中间渐渐成长，讲长成是迄个有基督的迄款安尼样相。安尼，咱要落实迄个上帝的体系信仰，关键是伫咧啥物所在？关键就是伫咧行动。知影，佮做会到，才会法度得到。要建立一个属上帝体系信仰，是需要有行动的。只有知影，煞无有做到，就啥物嘛得袂到。做到，就是伫咧你的生活中间开始落实属上帝体系安尼的信仰，来做出正确的选择。咱就通安尼得到属上帝体系安尼一个信仰。若是伫咧咱讲伫咧实践的中间，咱发现有错误，安尼要怎样？毋对就改，通看，咱讲通看到迄个错误，就是有机会来悔改。悔改的本质就是一种的选择。选择放下家己的道路，来选择上帝的道路，这就是建立属上帝体系信仰的开始。悔改的本质就是一种的选择，选择放下家己的道路，来选择行上帝的道路，就是建立属上帝体系信仰的开始。看袂到安尼。看袂到迄个毋对的所在，这是一个咱讲通讲是上可悲的。活伫咧自我以为的迄款的光景内面，一直无有机会通好来悔改。拄则已经有讲过，真正的失败毋是跋倒，乃是毋愿意爬起来。
咱若实践，跋倒就爬起来，安尼毋对吼，跋倒就爬起来，安尼就通对平行中安尼学晓伫来怎样来行路。落实伫咧属上帝的即个体系信仰的即个过程中间，检测有当时阵，咱的迄个焦点会有偏差。当咱伫咧服侍时阵，有当时咱服侍到尾落尾手，咱就哪愈来愈看无上帝，愈来愈敢若看着家己。我毋知影你伫咧过去以前你的服侍顶面有安尼的迄款的情形无？当咱安尼，迄个咱会将咱的焦点来偏差的时阵，但是当咱发现咱安尼家己已经离开属上帝的体系，迄个信仰的时阵，只要毋对就改，跋倒就爬起来，搁一摆来选择倒来到伫迄个正确的迄个方向，就无一切的问题。人时常伫遐来讲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学。若是落实迄个属上帝的体系的信仰，拄好倒变，听起来容易，做起来搁较容易。为什么安尼讲？因为落实上帝体系即个信仰，毋是倚靠着咱家己的气力，也是倚靠着咱家己的努力。若是倚靠上帝的恩典，靠家己就真恶，靠上帝就真容易。靠家己是非常的困难，只有倚靠上帝就非常的容易。只要咱愿意安尼谦卑，上帝伊的确会帮助咱。落实属上帝体系的信仰就非常的容易。若是咱选择骄傲，莫讲落实上帝体系安尼信仰真恶，会通讲根本就无可能。当咱反复的迄款的行动毋对就改，真紧就会成做一个习惯，煞成做咱后来成做咱的性命的一部分。落实属上帝体系安尼信仰是哪做哪习惯，哪做哪容易。当咱的性命改变了，教会复兴的日就真紧来临到伫咱的教会。所以，各位兄弟，主的日近伫咧即个末后的即个世代，撒旦伊用尽各种的方法安尼迄种各种的即个俗世、即个体系、即个手段，所以会通讲，因为即个世界犹原是伫咧伊的掌管的下面，撒旦伊期待所有人拢降服伫咧伊所建立的即个俗世的即个体系的下面，继续会通来受着伊的迄个辖制。咱只有透过着落实三基础就是耶稣是我的模范圣经是我的准则，圣神是我的引带甲着两个信仰的核心的迄款的环境，也就是互耶稣来做王，互耶稣得到一切荣光，安尼迄款的信仰的画面咱就要迄落画出一个，也是咱会通讲唯一的一个真要紧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属上帝体系安尼迄款的信仰，来代替原本互撒旦捆绑迄款的俗迄个俗世的体系迄款安尼的画面。安尼咱才会通赢过迄个俗世体系，伫咧即个世代为咱所设的迄个罗网。搁因为咱有属上帝体系迄款的信仰的画面，通重新恢复甲上帝迄个美好的关系。你兄弟，即时是一个真要紧选择的时阵，咱通选择属上帝迄个俗世的迄个体系，用着迄个骄傲的性命，凡事倚靠家己，高举家己的名，建立属
俗世迄种家己的迄个巴别塔，也通选咱另外一个选择，也就是咱也通来伫遐来选择着，来谦卑伫遐落实着属上帝体系迄款的信仰的活命，凡事弃权，互耶稣伫咱的生命中伫遐来掌权。轻松的咱来做，困难的互耶稣做。牧师选择弃权，互耶稣来掌权。期待咱南洋教会或者家人也会通来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互耶稣伫咧咱的内面伫遐来做王，互耶稣得到一切的荣光，互耶稣得到伊应该有的荣光。迄个时阵，众人就要因为咱来因为咱来伫遐来告别讲安那，讲咱所信的上帝是应该学落的。因为无别个上帝会救人，亲像安尼。所以弟兄兄弟，什么是建立属上帝的体系？牧师要搁一届用到几个问题，互咱伫咧即礼拜会通搁一届重新来思考。今仔日牧师所分享的，咱会通好好搁一届来思考。第一个，为什么咱需要建立一个属上帝体系安尼，来去取代俗世的体系，也就是落实三基础甲着两个核心的迄个环境。为什么咱需要建立安尼一个体系？第二个，也就是咱落实属上帝体系即个信仰，伊的关键到底是什么货？咱要如何来开始用着什么货来做正确的选择？来得到属上帝体系安尼的信仰。第二个部分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咱要落实上帝体系这个信仰，咱要实行的时阵，当你发现有啥物款的错误的时阵，也是有啥物款的偏差的时阵，偏差离开了这个属上帝体系安尼的信仰的时阵，安尼你要怎样？第二点的第三小项就是，如果咱要落实上帝的体系，如果咱安尼反复的迄个行动，会互安尼什么款的物件，会互什么成做习惯后来甚至成做咱的活命，哪做哪习惯，哪做哪容易。要互什么会成做咱的习惯？第三个问题就是，当咱落实上帝体系安尼信仰的这个过程中间，咱面临上大的困难到底是什么货？咱会通伫咧这礼拜中间，也是伫咧咱的聚会中伫咧线顶的聚会中，咱会通成做咱真好的安尼讨论问题、讨论的题目请咱会通好好来深想咱要怎样来落实，互上帝体系安尼的信仰会通伫咱的生命中来活出来。咱同心来祈祷。至上的天父，阮感谢你，阮借着今仔日但以理甲着伊三个朋友因的迄款的信仰的迄种体现，因款的信仰的见证，搁一摆来提醒阮，主阮也着需要建立一个属上帝迄款安尼体系来代替属世的即款体系，互耶稣成做我的模范，圣经成做我的准则，圣神成做我的引带，以及着互耶稣来做王，互耶稣得到一切荣光，来达到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来建立属上帝体系安尼一个信仰。求主帮助阮，也恳求主圣神时刻来引带，互阮会通伫咧读上帝话语的时阵，
有对主你来的启示，甲着亮光，也互阮会通照着主耶稣的典范，甲伊伫咧即个世上所行的模范，互阮通伫迄个中间来学习，会通来活出主你要阮活出的款式，也伫主你的教会以及伫阮四周围，诚做服侍人真要紧的一个基础，甲着互人侪人因为阮所领受的来得到阮的服侍，以及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愿一切荣光归伫宝座顶的主上帝。愿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主基督的圣名，阿免。咱即马同齐来吟回应诗，圣诗第546首。天父，我在一生光阴，请起立吟全首。咱即马同心来感恩奉献，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实体来聚会做礼拜。你若方便，请你甲奉献放伫咧批笼内底，伫你方便的时来带到教会，互干事家军，也是你到邮局南洋教会的账号汇款，感谢你的奉献。我
读经句，伫但以理书第3章第18节。若无安尼，王啊，你着知阮决断无要服侍你遮的上帝，也无要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报告事项第一，本会已经按年度事工计划顺利完成更新网络最新的设备，感谢主。第二，因应疫情的关系，鼓励每一个团体小组采线顶的聚会，达到具体连结甲彼此关心。第三，因应疫情的影响，无法度举行实体礼拜，以致会友的奉献较无方便。为着要互兄弟的奉献无受疫情的影响，伫今仔日起，欢迎兄弟你拍电话来互牧师，也是家军干事，事先约时间，原来去甲你收奉献，互圣工袂因为疫情有所停止，共同成就上主原来的圣工美事。第四，本会推行一年读完圣经一遍，要伫6月底满一年。若有完成一年读完圣经的兄弟，到时请将一年份完整读完圣经的读经卡记录摕到教会办公室，教会要赠送真水的礼物，予一年读完圣经一遍的兄弟。第五，感谢主，因为建工长老所认捌的厂商赠送咱本会有一批物资面罩，数量共150份。教会将要分别送到每一个正常出席的会友厝的，顺线路过要探访各位兄弟。若是你有急需要使用，请伫上班时间前来办公室向干事来登记领取。愿恁平安。咱即马要来吟上迎圣诗386首，圣诗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银线请牧师祝祷，请起立吟全首。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今仔日对主你所领受的，也愿你圣神不断来催逼阮，来帮助阮，引带阮行伫主你爱阮所行出的迄款安尼性命，互你迄款的属上帝的体系，迄款的性命，会通伫阮的性命内面来不断来甲伊落实甲着安尼实践出来。求主圣神帮助阮，当阮若伫咧落实属上帝的体系时阵，如果阮若有安尼行了失错做了无好势的所在，致到阮跋倒，求主帮助阮，主圣神会通催逼阮，互阮会通伫咧跋倒的时阵，就会通赶紧来爬起来。阮行毋对路的时阵，我会晓安尼反转来到伫属上帝的体系迄款安尼信仰的生活内面，愿你引带阮，带领阮，互阮会通行伫主你爱阮行的道路的顶面。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成，
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送啊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真济灭道避讳。